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5月11日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北一间密切脱逃的店有员工扮作钓到的鬼，结果颔棍互锁算掉，失去喘气心跳，家属要对业者提告。高雄的公职诊所翕到人的私密部位，另外高雄诊所嘛，互人查出有盗监视器，甚至翕到患者的面。国内做车链的工厂普利司通湖口厂要大裁员，因若台股今仔日受到 AI 带动，最后是收一个41790点。新闻头起先来看，伫咧台北市信义区一间密室脱逃的店，有员工扮作钓到的鬼，结果这颔棍去互锁算掉咧，失去喘气心跳。加在送医了后是有救到转来，家属对业者提告，负责人是已经上班。因若路检处去检查了后，嘛发现有几若项违规，已经要求停业。经销到场，保安人传入去，因为内底有一位员工常常失去意识，无喘气也无心跳。我们有一次有救护人员甲人送病院抢救，加在恢复喘气，暂时无性命的危险，目前住院观察。不过伊的安尼是伫密室解谜，扮演钓到的鬼，雄雄出意外。如果一般玩家看到他在挣扎，你不会知道说他是真的不舒服还是在演戏。他先在电影一边表演一段，然后就是反正写差不多之后，他就开始表演上吊，然后天一场就结束，再转到下一个场景。这件公安事件伫台北市信义区涉案的密室解谜店头，案发了后是铁门关甲目睭睭。七早暗时7点外，30岁姓吴的女店员按照剧情去扮鬼，过去15分钟，双方发现伊颔棍互锁吹掉咧，一时无意识。警方介入调查，初步排除外力的介入，伤者的家属也已经对业者提告。初步排除有外力介入，为母女家属代为对业者提出过失伤害及过失致重伤害告诉。根据调查，员工去的关卡，事当时敢若一个人咧工作，而且现场无监视器监控情形。另外，业者的营业登记也方发现无申请密室解谜所需要的活动式证件分类，敢有涉嫌违规。台北市劳检处这个单位已经接到通报，会展开劳检等等的作为。不过，直到11透早11点半，打电话给业者，拢无得到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少年线爆出有医美诊所甲人偷翕的代志，伫咧高雄的公职诊所，无经过患者的同意就翕到人的私密部位。另外，高种诊所是互人查出有盗监视器，甚至是去翕到患者的面。壁顶搭录影监控告示，安尼内顶连锁医美连续爆出监控偷翕案了后，高雄公正美学诊所即几日伫社群行动表示，诊所内底无监视器，毋过镜头翕向壁的翕屏简单的录音，毋过有患者极度质疑，做聊天时无人甲因讲这件代志，没有事先告知，这样就是很没有尊重那个病患，就是去做医美的那个患者。民众感觉无妥当，认为监视器可能会逼患者隐私。卫生局接到报案，车执到现场稽查，发现监控安装状况无符合业者的讲法。诊疗室、咨询室、手术房及观察室等均设有监视器，为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部分诊疗室镜头有拍摄到病人脸部。与诊所宣称监视器都会面向墙壁之说法不符。面向墙壁其实针对的是除毛室，患者会穿的比较少的地方了。部分诊前拍到人的脸部，是因为那些地方是比较针对脸部的治疗跟疗程。我们的手术其实都有签相关的同意书，这个点卫生局也拿走了。卫生局已经将监视器影片保留落来，交予检警去厘清。若搁较早互调查的公职诊所高雄分院，会再搁再予卫生局稽查，因为检警已经确认诊疗室的监视器伫无经过患者同意下，翕到几若人顶半身顶隐私部位。毋过因为妨害秘密是告诉乃论，向检呼吁患者勇敢出面协助指认。目前已经陆续的要求这个地方政府卫生局的去做一个盘查，就如同我前面提过的，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是相当的这个不可取所以要采取最严厉的处分，依法该停业就停业。
医美偷袭案持续扩大，卫福部要求地方卫生局扩大稽查，其中车闸逼出来的台南分店前延期装监看摄影设备的眼医明，伊的屏东分店虽然登记是美容美体业，不过卫生局唔敢大意，昨日嘛启动调查，若查到违法事情，会依相关法规处办。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通过7800亿的捐购案，有别讲的官员是表示讲真失望。咱行政院长杜英泰就强调讲，若是要挽回百姓甲国际的信心，政府会有作为。也若针对互人排除的民间采购甲委托制造这部分，方向是讲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应用，袂阁提出第2个版本的特别条例。立法院初8三读通过7800亿捐购案，并不是原底伫咧行政院版本的1.25条。伫咧传习会进前，北京官员就表示，美方无预期对台湾的政策出现任何改变，不过对台湾通过捐购条例感觉真失望，希望无通过部分资金会当有够价。那么要挽回的是人民的信心，跟国际对我们的信赖。那这一点，政府一定会有所作为，我们一定要跟国际采取更密切的合作，为希望超越政党能够认清事实。杜英泰嘛讲，政府一定会有作为。外交部长林佳龙是强调，美方希望台湾的国会会当进行补救，希望用朝野合作，和国防预算会当支持安全政策。并对立法院通过国防特别条例7800亿捐购甲伪造起用排除，传出咱国防部未提出第2个特别条例，无通过部分可能会办理追加预算，也是编列到后一个年度的国防预算来应用。我们补有几个方式，第一个是追加预算，第二个是一般公务预算里面计划型预算能够用多年度的预算，第三个是在提出特别条例针对伪制跟商购的部分，还是希望跟国民党内部比较理智派的这些朋友们来讨论说，接下来我们缺的这一块怎么补？商售、伪制，走平常的一般预算编列，然后让国会好好监督审查。放在特别预算里面，变成一个所谓的政治提款机或所有的这个政策项目万用包。因为依照立法院通过国防特别条例，行政院条例施行了后，1个月内提出专案报告，了后伫咧2个月内编列特别预算。不过海马式火箭系统头期款就要纳新台币8亿外，5月底就要到期啊。为着避免特别预算未付之用，国防部当咧讨论要安怎来应付，希望当按时纳头期款。记者综合报道。传习会5月14起稿，外界关注讲敢会讲到台湾的议题。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是表示讲，会继续甲美国保持沟通。另外，针对风声讲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按算6月要去拜访美国这件代志，林佳龙是回应讲，政党外交是好代志。全球关心的传习会伫要到啊！中国外交部证实，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5月13到5月15会访问中国。北京嘛说明 Trump 会伫咧13暗时到北京，14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而且会去天坛，暗时会食国家宴会。15离开进前，会和习近平临地开会，食中斗顿讲工课。外界嘛真关心台湾伫咧传习会谈判当中会安怎发展。跟美国都保持持续的沟通。不管是美国政府公开的发言或者是非公开的沟通我们都对台美关系的一个稳定发展有信心。为幕僚作業到第一線精細，外交部唔敢大意。面對大國談判的變數，政府要安怎精準研判美中談判桌頂每一項細節，避免台灣變作是談判的牌子仔咧，嘛正做朝野立委質詢的時陣，共同關心的議題。有沒有來自於美方主動提供的訊息？不管主動被動，我們都有互動嘛，哈。但是就說我要講的是說，因為美方最後是由川普總統在主談呐。我們都要非常密切的關注。川普總統他可能對於台灣是不是有一些質變的這樣子的一個政策轉向，這個部分我們到底要怎麼因應？中國到底議程是什麼？說實在，我們還不是看得很清楚，因為他會從美國要什麼，
好，那我们怎么去预防或因应？除了美中之间的相斗，在野党嘛积极强化对美的关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伫咧6月特别去访问美国，林佳龙表示真欢喜看到政党外交，不过嘛重申台美沟通以政府之间的管道为主，再过来则是政党的外交，希望是利帮弊，弊帮利，互相帮赞堪成。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拒绝伊朗停战的方案，这国际油价是随国在称悬，全球的原油库存嘛落到8年来上低。经济部强调讲，目前咱原油甲天然气的供应也是无问题，因若针对中油吸收亏损的部分，行政院是已经协商专案借款。美国总统川普公开拒绝伊朗上新的停战方案了后，大家佫开始烦恼航母海峡的航运受阻碍。11国际油价佫在起价，亚洲早盘纽约西德州原油起价每一桶强卖99美金，布兰特原油起3.5%，每一桶是104.8美金。外界也关注台湾的库存。目前比较和缓的情况，当然更没有问题。我们就开始着手第4季的，用船对船的一个交运的方式，把原油送出来。哦，这个都已经有替代的方案了。那另外很重要就是我们，可是这个替代方案已经准备要执行了吗？还是已经在执行？即马全球原油甲精炼油库存已经降价8年来上低，尤其是轻油、液化石油气等精炼油，敢若剩45天。包含台湾的真侪国家最近红点名，因为真依赖进口，状况危险。11伫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经济部强调，油的备用库存大约150天，天然气要12天，拢超过法定的标准。台湾的精炼油，亲像轻油等等。使用的状况是拢有够，不过一直到这礼拜，国内的油钱拢是无起价，中油是要安怎应对财务的压力？那另外还有一个，现在就是说，主计总处现在在帮忙我们，就是说今年度有没有可能给我们一些拨补的机会？如果今年度不拨补，会不会跌破净值？应该还不会。中油公司编列2016年年度预算的时，参考油价每一桶76.5美金。不过，即马1月到4月，布兰特原油平均一桶85美金，中油的损失恐惊搁再增加。经济部强调，目前中油吸收油价差额大约是141.8亿，行政院已经到协商专案借钱，提供有够的资金去买油甲天然气，明年也会变增加预算1687亿。主计总处也在研究今年敢有机会补贴中油。记者综合报道。普利司通是国内做车链的工厂，即马传出讲，因伫咧新店湖口厂，这员工是向接到通知，讲工厂要关门。拜一，劳资双方是按算要开协调会，新德县府是表示讲，已经收到普利司通要解雇的报备，会继续来关心状况。拜一透早，游览车停伫公司门卡口，准备要载员工去开劳资协调会。做车链工厂台湾普利司通传出大裁员，根据了解，顶礼拜员工就接到公司通知，讲要关门结束生产。在地议员听到消息了后，跑到现场关心。他是星期五下午3点宣布，今天要把他们载到去哪里？去签约。你看这些都是中高龄的员工呢，要找工作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呢？普利司通伫台湾经营超过40年，1982年伫新店湖口成立的台湾普利司通，目前有800个员工，主要生产各种无共型的车链，伫市场把占有真重要的地位。新的关劳工处把证实已经接到台湾普利司通公司提出大量解雇的报备。公司在上周3的时候，有先跟工会干部进行之前方案的一个沟通，那预计在今天。5月11号的时候，跟受影响的员工进行一个自主协商的部分。那目前的话，县府这边得到的讯息是，公司在上周5的时候有进行大量之前的通访，那目前是符合法定的一个程序进行中。劳工处表示，刷落去继续协助劳工权益，员工若是无愿意接受条件，会当向工会提出申请协调。普利司通也伫公司的网页发布上新的消息，指出因伫台湾的业务拍算转型，对5月11开始停止生产作业，但也是会经营台湾市场，转型做销售甲服务为主。根据了解，这波裁员大约会有超过550个员工受影响。记者杜文和新北报道。
传统产业因为要转型，宣布关门。相对的，台湾的记忆体厂华邦电4月营收是超过192亿，创历来上悬。AI 需求是继续带动台股，伫咧今日盘中嘛继续抢悬，最后是收伫咧41790点。出名的电大厂普利斯通公司宣布，新竹厂关厂会自坑员工，真侪工作10几年的老员工真歹接受公司因为营运的调整，互因生活失去依靠。传统产业因为转型大关厂 ，AI 相关的产业所以摕到订单甲真好营收。台湾记忆体厂华邦电进前公布4月营收有192.45亿，月增32.71%，年增182.12%。那改写历史新高的纪录，也显示 AI 带动的记忆体超级循环继续成长。专家分析，未来传统产业甲 AI 相关产业的发展，恐惊争差会愈来愈大。我们出口产品到这些国家，就是在亚洲地区，我们的出口就是会碰到竞争力的问题，就是别人不用付关税，但是我们要付关税，所以在台湾生产就会比较不利。除了产业争差扩大 ，AI 也带动台股加权指数抢悬。虽然11款台股台积电无大起，盘中一时佫拔到2250块，拔40块。不过台股加权指数有关对青变做红的，盘中上悬一时41989点，起超过350点。记者综合报道。原来看标出汉他病毒的荷兰邮轮，顶悬的旅客是已经陆续回国，不过其中有一个法国的旅客讲，伊伫咧坐飞行机的时就开始出现症头。法国的政府是按算要甲所有回国旅客拢隔离6礼拜，因那美国迄边是无拍算要隔离，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讲，安尼恐惊是会造成风险。法国总理勒克努甲卫生部车站证实，逼出汉他病毒感染的丰提亚斯邮轮有5个法国人，其中1个人伫咧专机出现疑似的镜头，5个人落飞行机了后，随送去到巴黎的陛下病院隔离72点钟。出现镜头的乘客24点钟内就知影敢是确诊，其他无镜头的乘客会转去厝里隔离6礼拜，也是欧洲目前上较严格的隔离措施。Alors l'incubation elle est de 6 semaines. Alors elle est souvent dans les 15 premiers jours, mais elle peut aller jusqu'à 6 semaines.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prendrons des mesures d'isolement qui dureront les 6 semaines. 西班牙卫生部长贾西亚表示，车站拢总有来自19个国家、94个丰提亚斯的乘客，对加那利群岛当中的特内里费岛坐专机回国，也有部分乘客坐飞行机进前，伫咧机舱的门边翕相做纪念。这届回国的乘客当中有18个美国人，目前拢无镜头。美国疾管局 CDC 表示，这个乘客回国了后会送去到内布拉斯加的医疗中心观察，不过无进行隔离的必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美国的做法可能有风险。Do you have any response to the fact that there might be a country that is not going to follow those guidelines? That may have risks, but of course we don't force them except proposing. Thank you. Our advice is clear, starting from May 10, 42 days with active follow-up, 42 days of quarantine. 因为部分乘客伫咧邮轮确认有汉他病毒进前，就已经先落船返去厝。目前各国政府当咧积极追踪这有风险的人员。部分公卫专家质疑美国 CDC 的做法不够积极，犯了这种有人喂人潜力的病毒，会对乘客转去入去美国的本土。不过，嘛有专家强调，汉他病毒甲新冠病毒、流感的病毒其实是无共的。目前对公众造成的风险也是真低。丰提亚斯邮轮旅客回国的作业，11伫咧澳洲甲纽西兰最后2架飞行机离境了后，就全部结束。公司新闻警官请编译。继续来关心中东的战事，伊朗提出上新的和平方案，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无法度接受，尤其针对核武的部分，这双方是完全无共识。因那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是大硬强调讲，除非是彻底消灭伊朗核武的威胁，那无这战争是绝对袂结束。美国总统 Trump 车站伫咧社交媒体发文，针对伊朗提出的和平谈判方案，回应真明确嘛真强的。伊讲伊甲伊朗的代表意见看煞，不过完全无法度接受。根据了解，伊朗的提案是较活动全面停战，也佮有荷姆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不过美方是坚持必须要甲伊朗的核武计划纳入优先处理的谈判内底。双方伫咧核心的议题顶头完全无共识。
伫咧进前 ，Trump 佮发文批评伊朗过去47天内一直用严惩的战术欺让美国甲全世界。伊个讲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是歹带头，批评伊伫咧任期内底对伊朗的政策受过冷落，甚至用专机运送数十亿的美金现金去德黑兰，互伊朗得到喘气甲扩张的机会。Trump 强调，伊朗镇压国内抗议，杀害无辜的民众，伊即马绝对袂互德黑兰学白来。美和谈无共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嘛伫咧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阵，表达强硬立场。伊强调，虽望美伊联军已经甲伊朗的军事力量削弱啊，毋过只要伊朗国内的核设施含浓缩铀还阁存在，这场战争就无算结束。纳坦雅胡嘛表示，以色列和美国的目标一致，就是必须爱甲伊朗的核武威胁清掉。I think it accomplished a great deal, but it's not over because there's still nuclear material, enriched uranium that has to be taken out of Iran. There's still enrichment sites that have to be dismantled. There are still proxies that Iran supports. There are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they still want to produce. Now, we've degraded a lot of it, but all of that is still there. 中东战事一直无法度结束，嘛牵动到特别中国起国的传习会，美国希望会当伫咧11月大选进前，会当为中国摕到买农产品等等经济快速胜利。因为中国是希望伫咧台湾等等战略议题顶头得到让步。专家分析，虽望讲美中两国伫咧贸易议题顶头意见别清，毋过双方拢无希望伊朗的战争搁进一步扩大。 Both President Trump and Beijing have a shared interest in not seeing the conflict in Iran escalate or expand. I don't think that Beijing feels particularly anxious about events. The longer that the war drags on, in some respects, the more that it benefits China. It keeps the United States distracted away from China's periphery. Trump 拒绝伊朗上新的方案了后，市场阁烦恼讲中东的冲突会继续扩大，甚至会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甲航运安全。受到地缘政治愈来愈紧张，国际油价嘛开始起，投资人避险的情绪嘛影响到美国机会指数跌落来。这场牵动全球政治经济战火，到底当时才会结束？短期内底恐惊阁看袂到答案。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 立法院顶礼拜三读通过，甲3班护病比纳入去医疗法，毋过说2年的缓冲期。国民党团都批评讲是超工咧拖沙，根本无拍算要解决。护理团体嘛去监察院定情。咱的卫福部长赵宗良强调讲，是因为考虑整体医疗体系运作，若是随实施，恐惊颠倒会影响成效。 为了要改善护理执场的环境，立法院三读通过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正式甲3班护病比入法。不止个，卫福部所宣布有2档的缓冲期，2028年5月7日才正式起稿，互护理界真不满。立法院国民党党团11嘛召开记者会，批评这毋若违背总统赖清德竞选承诺。民进党政府根本就是用烟钱伫咧等改变。今天一位刚进 职场的年轻护理师可能都已经离职转行了，法条还没真正落地，这不叫改革啊，这叫缓兵之计。卫福部长赵聪良就表示，3班护病比立法是重要开始，会当减轻护理人员的压力。毋过，嘛要考虑到整体医疗体系运作，因为截至到去年后半冬，3班护病比有70%达标，有的选用关层来应对，若是凊彩就起稿。 恐惊会扩大关层效应，也那7大医师团体嘛发声明，强调2档的缓冲期是资源到位的必要过程，会当确保民众就业权益，还有医疗的韧性。特别是以比较中小型的这个地区医院跟区域医院为主。那么换言之呢，那么如果现在立刻就实施，那可能会扩大关床的效应。根据2年的训练计划跟招募计划来 把这个3班护病比的2年后实施的工作，把它做好所谓的准备。不止个医护团体无要接受，10月透早去监察院定情，而且去地检署提告卫福部长赵聪良无负责任，要甲人道理。他自己说已经有达到70%了，那70%不能先做吗？ 赵聪良表示，顶礼拜和护理团体开会讨论的时阵，要有团体代表讲要甲告，伊讲好，我接受来回应，就无搁回应告发的代志。不过，伊强调会继续用各种的护病比奖励、夜班的津贴等等措施来加入增加医疗的量能，来确保民众看病时阵未造成冲击。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展开第4届两公约国际审查会议，针对人权相关的议题来交流。会场外口有真侪刑事案件被害人家属抗议，呼吁政府卖废除死刑，嘛希望司法会当保障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保障了解案件的权利。伫会场外口大声喊口号，呼吁司法审查爱公正透明，包括6宗案等刑事案件被害人家属利用政府举行两公约第4届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的机会到场抗议，呼吁政府重视被害人家属的人权，停止用国际公约的名义施压废死。一些想要违规这台的人，让他们有一个觉悟，说，台湾不是没有死刑哦，台湾还是有死刑哦。希望政府能够听到我们被害家属这个心声。法官就根据现在要开会的2公约的里面，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除非犯最严重的罪行，在法官的眼里面，从来没有最严重的。被害人家属希望司法会当强化被害人诉讼参与权，让家属无搁再是局外人。到场赞声的立委嘛提案要修订刑事诉讼法。会场内审查会议特别邀请12个世界级的人权专家来台，针对环境权、移工平权等人权议题来交流。我们愿意持续透过制度的改革、公共的对话，跟国际社会共同深化自由、平等跟人性的尊严。公约第3次审查会议以来，法务部致力于将人权价值落实在法治的革新，并积极促进政府与民间的深度的对话。国家人权委员会强调，人权专家的来访唔但代表国际对台湾人权发展的支持，嘛象征台湾持续开放的自我检视态度。法务部是指出，就算讲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台湾有愿坚持甲国际人权标准对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往东平延长到港珠洪天宫站，今仔日开始试营运，17会进行检讨。另外，新北捷运的3英线嘛已经完成初步勘查，八饼年中就通车。新北市长侯友宜是答应讲会来改善噪音的问题。对于台北捷运北南线顶部站的月台坐电楼推起来，直直行出站了后，搁再坐电楼推起哩，才当去坐新北捷运3英线。当然更方便啦，因为我们交通上就能够转车的话，直接不用再转公车嘛。绕这么远，跑很慢，那个人家也是坐到这边来是很久了啦。3英线甲北南线伫顶部站是碳的分站的设计，新北市捷运工程局估计会当伫2分钟内双线搬车，未来3英地区往台北市通勤会当减20分钟。全线14.29公里，无人驾驶的3英线4月底已经完成初步勘查，包含无机失电等等的情景，增加紧急市流识别大纸、外台空棚改善等等5项初步勘查要改的事项拢完成，接下来就提报交通部来勘查。噪音虽然都符合标准，陆续在所有的路段，只要大家感受上需要做调整的，我们都已经编预算在调整当中。即马开始，台北捷运夜市芳信义线东沿段列车改由港珠洪天宫站发车，不过这站袂当上车落车，因为这影响淡水信义线平直的高峰，部分列车车帮之间的时间会调整1分钟到2分钟。东沿段17进行初步勘查，后续提报交通部，搁再勘查，按算6月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年底就要举行大选啊！南投县长柯淑华甲南投市长张家德拢有意愿要代表国民党出来选，争取连任。因那民进党的部分是传讲赖清德想要推选南投县议员沈淑晶出来选南投市长，培养新世代。也伊本人嘛已经证实有这件代志，伊讲伫咧6月份就会做决定。年底9号伊选举。真侪所在已经咧开战了。国民党籍的南投市长张家德打算竞选连任，会再继续骨力走市长行程，关心是大人互人电信诈骗的问题。伊对寻求连任真有信心，表示逐日拢咧思考安怎互南投市更较好。3年外来吼，阮一直想讲未来南投如何互甲市民朋友吼生活更较好。咱非常的尊重每一个愿意为着南投市来共同拍拼的这个参选人。咱所有南投市的市民朋友，上界关心的毋是讲食要出来参选，上界关心的是讲到底是食有法度带领着南投市
互咱的南投市的未来更较好。目前南投县的乡镇市长的选举，民进党现主时，只有民江乡、鹿谷乡有人登记参选，阁有11个乡镇市长，阁无人选。最近传出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考劝南投县议员沈淑晶去参选南投市长，算是培养新世代。安那南投县议员沈淑晶一议会即顺表现，原本就受到关心，伊本人嘛证实有即桩代志，讲会搁听更较侪人的意见，再来思考后一步要安怎进行。民进党的党主席、赖主席确实是有希望我会当来参选南投市长吼，会当讲甲新的较少年的思维啊，也是讲资源啊，会当挂落来咱的南投市吼，我真正听出来后要。为咱南投市做虾米款的政见未来，要甲咱南投市带向倒一个方向？我想这个吼，其实是我开足侪时间落去思考的。一消息寄讲了，沈淑晶拜一是到台北开会，讲是私人的行程。敢要选南投市长，伊讲6月左右会决定，因为沈淑晶已经完成党内议员参选的登记。若要接受征召去选南投市长，党内议员提名现来减一色。民进党南投县党部嘛，着爱讨论后补的人选的代志。记者安义秀南投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高雄市燕巢区有一台小货车去弄到邻家厝，车顶2个人轻伤，因拢是高雄市动保处的外包人员。警方表示讲，这驾驶有食酒赛车，酒精佫超过标准4杯，除了依法甲上班，动保处嘛要追究相关的责任。就这一台，对，然后从外线剪到内线之后，再整台剪进去。七十半暝啊，高雄燕巢大仁路一台白色货车速度真紧，佫无照车道驶，伫咧头前的灯瓦就直直驶对电火条仔边，弄对人的人家厝去。规个车头弄甲密密麻麻，已经变形。左手边姓施的查甫人家己爬出来，不止个赛车姓伊的驾驶也夹伫咧车内，等到警消人员到柜才顺利甲人救出来。甲在车顶2人拢敢若轻伤，警方表示驾驶有食酒。口也掉无？啊，你有法度豆豆存起来无？好，来存看卖。驾驶云南京呼吸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将依照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地检署侦办。铁门不能开吗？开了，凹掉了，凹掉了。哦，是哦，看他没撞到呢。他在最角落那边凹进去了。那天毛毛去无法度出门，包括电表、水道头嘛拢害了了，害水厝的学生囡仔无水无电通经。对火车车道边有看到高雄市动保处6个字，警方也证实这台车是动保处的公务车，车顶2人是外包人员。附近民众讲，有听因讲，哪像要去救猫啊？说他们接到路主通知说要救一只猫，啊，所以他们就要赶过去路主救一只猫。也要求厂商解雇相关涉案人员，并依契约规定严予追究责任，向厂商求偿相关损失。另人员医疗及民宅财损部分，则由承揽厂商负责处理。受伤的2人也伫咧病机观察，不止个伫咧出勤的时阵食酒赛车，酒精分佫超过标准4倍外。动保处强调，将会全面检讨外包的管理机制，避免佫发生同款的代志。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同款是车祸的消息，伫咧屏东九如乡昨半暝，伫一个闪灯的路口，有2台车，哪像是驶上紧，闪袂赴全弄做伙。其中一台国宾车，加在车顶4个人拢是轻伤。警方表示，讲2个驾驶无食酒，会佫进一步理清事故的原因。暗时11点外，2台车经过路口，拢驶正凶，闪无过银色的轿车弄到乌色旅行车的尾溜，旅行车直接180度转向了并车，连路边停伫徛的车嘛去回着。附近民众听到声音走出来看，乌车规个起烟，惊车烧起来，厝边到协助车顶的一男一女乘客逃生，好加在2台车4个人拢侧伤，伤势无严重。要从这边过，然后他撞到他的尾巴。他是撞到他的尾巴，然后才翻车翻到那个大概电线杆那里啊。对面那一部橘色车也是有受啊，也是被他撞到。11点多快12点，已经在睡觉了，然后听到嘣一声很大声，他就下来看，就车子在冒烟的，
他就帮忙打电话，还有指挥交通。根据屏东立港分局调查，两台车伫9日的冲英路甲平和路口发生事故。87年厝姓江的查甫人驶银色的轿车要过路口，当时半暝号志只有闪灯无青红灯，车速伤紧，就和93年厝姓潘的查甫人相撞。黑色旅行车失去重心，结果并车顶安全气囊爆开。警方到场2名驾驶拢无酒精反应，4人轻伤送病院。行经闪光号志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而发生路口交叉撞，其中一辆更波及路旁停放于骑楼之自小客车。附近民众讲，这个路口常常出车祸，因为这路细条、视线歹，半暝阁无青红灯，经过时若无减速，就会出代志。警方提醒车辆经过闪灯，也是无号志路口时，要遵守停让的规定，注意两边路况，确定安全了后才通过，避免发生交通事故。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有柑仔店的头家娘去互人推销清洁白灵粉，不过事后煞互人客反映讲根本就洗袂清气。头家娘是气甲提告诈欺，不过1审、2审，这法官是拢认定讲，因为无法度完全证明这个白灵粉是无效的，佮加上事当时是无强制买卖，所以最后是甲这个推销的查甫人判无罪。姓陈的查甫人载规车的清洁白灵粉伫全台湾巡回推销，4当前伊到中华这间柑仔店来卖，讲这是工厂专用的清洁粉。过程中有另外一个查甫人直接认钱甲伊买，互这个柑仔店的头家掠准讲，这项产品真正是足抢市的，所以伊开1万块买100包，无想到卖出去了后，消费者拢怨叹这无效，若店家嘛对姓陈的查甫人来提告。就甲我讲乌手的咧洗安尼，有影有即种物件，冇种物件。真正有即种物件。阮有问人客甲买去包去的人讲，无啊，等等恁角啊啦，你看。检方调查，这个姓陈的查甫人试过招人咧买清洁万灵粉，伫新北、台中、屏东、台南等等的所在，拢有店家受害来提告，拢是无起诉处分。若伫咧彰化地院1审了后，法官认为，因为无法度检验这个清洁粉的效果，真恶认定这是诈欺。若2审的法官看法嘛同款，佮加上双方交易的过程无强制嘛无威胁，所以姓陈的查甫人是无罪确定。且本案送鉴定后，亦认为目前并无统一明确的标准可以检验该产品之清洁效用，也就是检察官尚无法提出积极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所贩送之万能清洁粉毫无清洁效果。清洁剂是否有效，也涉及使用手法、使用量、操作方式等非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方法可检验效用。那即马刑事的判决已经是无罪确定啊！若是柑仔店的头家讲，事后对方已经愿意将1万块的汇款甲摕回去，双方已经和解啊！有律师提醒，若面对这款足够讲话、一喙挂双字的推销，消费者上好爱要求当场来测试，则袂到时阵上法院要来讨公道，煞无证据讲互法官听。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民众带狗仔去公园散步时，发现草包内底有10外块鸟鼠药啊。在地里长讲，这毋是引起的，环保局嘛已经派人来清，强调讲，若是查到乱放鸟鼠药的人，就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来处罚。有看到吗？清洁队人员行过来行过去，手提椅啊，往草包内底顺顺看看来，就随夹出一块蓝色长四角形的鸟鼠药啊，规个公园内底顺刷，竟然夹着8块。那安尼，昨昏有民众带狗仔来食，就已经捡10几块东西啊，就惊狗仔猫仔无细哩食落去。地司队员赶紧来巡，这药啊，哪像是民众家己偷药，这款行为嘛，互有饲宠物的民众心惊惊。因为他也有养狗哦，那他就告诉我们，都在那里遛狗的人，就是有这个现象，有这个情况。所以昨天你们也有听到很多民众在说这样。对，对啊，尽量不要让他们捡地上的东西吃。都会怕老鼠。他们讲对面恁家讲最近有这些鸟鼠药啊呢，恁家对面家。没有呢。无哦，哥好像是扣过那地去啊。是吗？系啊。但是我们这边都没有看到。都没有看到老鼠。我们没有丢啊。那最近台北鸟鼠事件2个议题引起真大的讨论。即阵台南有公园内底出现真济鸟鼠药啊，对此相关单位赔回并唔是因黑，这款药啊并唔是管制药啊，在地里长怀疑应该是附近做假的店家，犯了环境有鸟鼠，才家己买来放咧公共空间。今天是礼拜一，刚好菜市场没人，不然的话你现在来的话。连机车要停的地方都没有，摊贩都会跑到公园上面来嘛。
这边卖啊，吃东西什么都有。针对呢鼠患的防治呢，市长黄伟哲已经要求市府团队要成立行动小组，减少老鼠的食物来源，降低脏乱，呼吁民众呢可以配合政府的相关的政策。公园本来是市民休困惊大的场所，却因为有人黑白乱投药啊，嘛互公园内无辜的动物面对威胁。环保局指出，若伫公共场所黑白野来路不明的物件，会当以乱弹粪扫，也是污染环境，通以废弃物清理法开罚。若有猫仔狗仔因为安尼死亡，动物处嘛以个案来认定开罚。市府呼吁放鸟饲药啊，应该遵守相关规范。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北港朝天宫迎妈祖，当年是拢吸引上千万的信众参与，定定拢有人会放炮啊来斗热闹。这炮啊放煞了后，拢有清洁队会去拼。也今年清掉的炮啊虎106栋是历来上少的，这嘛显示出大家对环保意识的重视。旧历3月23是妈祖圣诞，为着迎接妈祖，民众拢会放炮来闹热。为着避免对交通造成影响，今年北港镇拢总设18个点来予民众放炮，大多数拢伫咧朝天宫附近闪开重要的路口甲学校。有宣导说，我们的那个炮点的申请要避开学校，还有一些救灾的要道，所以有一些严格的限制。那所以今年的炮点比去年相比减少了3个点。北港清洁队表示，因为今年放炮的点比旧年减3搭，所以村内炮仔虎甲往年比起来是上少的，总共106栋，比前年啊162栋减超过1/3。目前这个炮仔虎拢暂时放伫咧清洁队，等待火药活性无效了后，才搁送去甲焚化炉。当然，就是因为现在民众的环保意识也抬头，加上网络上舆论的声量也蛮大的，都希望能减少炮量，所以整体上的那个放鞭炮的数量也有整体的减少。在民政处跟环保局这边过去有合作推动的所谓的一个补助鞭炮机的一个部分，就是利用那个电子式的一个鞭炮机来取代传统的鞭炮，可以来减少这个相关的一个炮灰的一个产生，也可以减少空气污染的一个部分。北港镇公所表示，有申请放炮的所在，拢会严格要求炮仔放煞就爱压水，炮仔嘛爱减量，所以今年炮仔量是有史以来上少的。若公所会继续向民众来宣导，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放炮。记者综合报道。有袂少渔民拢会放铃仔来掠鱼，不过这用了的无爱滴的，就安尼留伫咧海底，正做粪扫。宜兰的民代就呼吁应该要严格来管制。官府是表示讲会搁讨论，敢要禁止渔民放铃仔。一只保育类羊头菇食到鱼网仔，经过抢救也是救不回来。宜兰这件羊头菇抢救案，搁再一届引起外界对放铃仔管制的重视。讲台北县吼，有无？台北县的政策是随风讲了，迄边人沿海已经禁干的，你知影资料问台北县的？为什么咱宜兰县还搁咧纵容这流刺王？渔民担心是长期伫孤山岛海域钓鱼，所发现海底全是放铃仔，致使鱼类比淹过加足少的，搁冲击当地山乌搭生态。渔港无用咧整理网仔，行入宜兰的渔港，这画面是真肃常。到当也是有袂少渔民用放铃仔渔法，不过民代质疑渔民用俗的中国制网仔，海气就直接留伫海里，唔免回收，成本低，搁会当趁钱，却严重破坏生态。伊就是甲坑落了，伊也收袂起来就收袂起来，伊就甲坑伫海底内底，那也会造成我们的生态非常大的破坏。民代呼吁县政府应该禁止渔民伫孤山岛这类渔场放铃仔。应该比较详白加严管制。那我们今年会把龟山岛周边，我们会编列相关预算去做一些像水下的探测，看看那边的覆网状况。新北空仔寮今年起离岸3海里的范围内全面禁止放铃仔，宜兰目前简单规定离岸600米内禁止放铃仔，规定是加真松。官府表示，这是考量到宜兰也有真侪渔民靠掠鱼的转折，要比较新北会有困难。那针对孤山岛海域，今年委请海洋大学做资源调查，有需求后续会讨论伫保育区内禁止放铃仔。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秀林乡的三站溪2年前大地震的时，因为桃石崩落，把这河道塌掉咧。乡公所展开清理土砂的工程，不过完工了后，煞互当地批评伤过潦草，毋但无恢复环境，阁颠倒造成破坏。
沙赞溪是花莲秀林乡非常出名耍水的景点。伫2024 4月初3大地震了后，山顶大量的土石落落来，落伫咧溪底，甲塌掉咧。为着无要互变做是崩沙潭，公所自2冬前开始清，毋过即马清煞，民众所看甲规巴都灰。看起来比较很不舒服的样子，因为它这个生态已经被破坏了嘛，好多鱼、螃蟹啦、五花鱼啦，什么样都看不到了。在地乡亲怨叹，这个清的手路实在是伤过倒错，毋但将上有代表性的深潭甲规个屯福坪，就连溪底顶悬迄条路嘛无法度恢复伊原本的自然景观，耍水的人无要来啊，鱼啊虾啊嘛胖见啊。许多村民都非常的愤怒，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部落居民都有向公所反映，公所跟我们回答说，这个并不是他们的工程范围内。公所讲，沙赞溪伫咧4月初3大地震了后，就开始清，目前清出来土沙有4万赫米，会将这土沙再去出海口处理。目前沙赞溪4块位的工程是县府的厂商咧负责，水保署负责的是水头的地理工课。那在震后的时候，其实大量的土沙伴随雨水冲下来的时候，其实已经部分都填平了。下游段的部分是已经清理完成了，那现阶段还在提报第2阶段的清疏，准备来做第2次的清疏作业。公所讲，沙赞溪的水头还佫有18万赫米的土壤，都毋知影倒一场风台或者是大水雨若来，会佫甲这物件抢落来，所以随时拢咧监测。若是溪床要转去到过去的自然景观，这恐惊着要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大南好本野区演过日本时代是捌做飞行场，不过即阵爬远了后，煞有人伫遐偷倒废弃物，在地就惊讲会造成粪扫甲治安的问题，所以希望会当由地方来规划，保留这设施，活化这个野区。嘉义县大南伫社团国小甲社团新村边仔好分野区，嘛是国民政府迁台了后，为着保卫空防设置的飞弹基地，伫1970年代因为飞弹退役了后，这个野区就坑咧很高大，甚至佫捌互人来弄开野区的大门，为内底偷倒粪扫。咱野区门本底有关咧无？共破坏，车油内底倒啦，甲滚咧来顺的时阵，甲发达的。一年拢来清扫2遍啦，几遍。这个野区周边全部拢是田，地啊远啊啥物这灌溉沟渠保卫野区流出去，我嘛惊讲这垃圾水会去影响到这个咱地方咱这遮好的这农作物。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的立委陈冠廷甲王安祥接到地方的定情了后，透过这个野区部队整洁甲训练的视察，专工来到好分野区了解状况，嘛希望军方甲地方镇公所会当好好沟通，做好思考野区的管理甲要安怎运用。咱即马台湾的局势来讲的话，伊感觉讲咱这个野区的位置嘛是最重要的，所以讲安尼好，因就甲规划讲这就是做一个训练中心，我感觉不管到底要甲活化好，还是部队要用，拢无重要，上重要是先清气。大南镇公所表示，配合外交甲国防委员的考察，军方已经有将粪扫全部来清理，希望军方未来会当落实管理，嘛会当互地方了解线路的规划，毋但活化这个野区，嘛互大南地方会当配合做整体的发展计划。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一个有印度血统的西洋机手普达纳，伊干那11岁尔，伊伫咧今年正式成做英国排名第1的女机手。伊讲伊未来目标是要变做全世界上强的机手。自身的家棋动作拢无丢除，敢若11岁印度的英国技术普坦纳是西洋棋界最近几年真出众的新人。伊伫今年4月拍败中国的技术姚兰，正式成做全英国女子组排名上悬的技术，伫全世界排第72。其实伊伫6年前才开始接触西洋棋，初当时敢若5岁，有一位亲人的朋友送因一套西洋棋。本来要摕去关乎主审机构，毋过普坦纳感觉棋艺真特别，想要留倒来做佚佗物仔。因阿爸就趁机会教伊行棋的规则。When she was so inclined, we started taking her to the tournaments. That is where we thought she got a natural interest. So we started going tournaments after tournaments, and she was enjoying it. 这6年以来，普坦纳有亲人的小天，一路过关斩将，拍败真侪有经验的对手，已经得到女性国际大师的头衔。要咧读册，普坦纳发现行棋甲学校真侪学科拢有关系，互伊的表现更较好。Links to so many school subjects like maths. It helps in calculation and music. It helps in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I play the violin and I play a bit of piano. And in art, it helps with creativity. So it links with that.
路透社指出，因为最近几年有真侪线顶的行棋的平台，会当甲找份人也是电脑的模型练习，互因愈来愈高行棋。因为安尼有搁较侪技术，伫少年的时就得到真悬的地位。不过普坦纳并无对伊目前的成就感觉满足，伊表示伊的目标就是成做全世界上强的技术之一。公司新闻优派准备译。南韩首年举办一项困斗比赛，鼓励参赛者装作无共款的造型来参加。最后，这场比赛是一个80岁阿公困上路面，摕到冠军。因拢挂眼大也是太阳目镜。初二参加首年困斗比赛的人，来到鲁里岛汉江公园，伫咧这片草地笑日光，阁有风微微啊吹，困甲是甜蜜蜜。今年主办单位提出的 dress code 主题是困美人也是王子。这位小姐甲家己钱入去灌风的红仔内，得到最佳装扮奖。 평소에 잠을 잘 못 자요. 그래서 빨리 깨기도 하고 잠을 잘 못 들기도 하고 금방 깨는데 오늘 코알라 잠을 아주 잘 자는 이 친구를 데리고 코알라는 잠을 잘 자는 동물이잖아요. 그래서 코알라 덕을 좀 보려고 코알라를 입고 왔습니다. 这个平常时爱读册、阁爱做线工的学生，伊是扮做朝鲜王朝的皇帝，拍算要来遮好好补眠一下。 평소에 뭐 시험 공부나 이런 것들로 잠을 많이 자도 한 3-4시간밖에 못 자는데 저의 잠에 대해서 한번 뽐내 보려고 이 대회에 참여하게 되었고요. 虽讲参赛者虽然看起来拢已经咧上大面，不过是不是真正困去？主办单位会用鸡毛、猫因的手，也是棒棒的叫声来试看因有偌大的本事。90分钟比赛了后，公布结果，困眠品质上好的是一位80几岁的老阿公，第2名是工课做到要忝死的上班族。 회사원으로서 이제 매일 출근하고 이제 야근도 가끔 하고 이제 또 지금 제가 출장에 나와 있어가지고 출장 가서 운전도 많이 하고 이러니까 많이 방전이 돼 있는 상태였어요. 근데 이제 딱 여기 이제 장포자기 대회에서 요거 한다는 걸 보고 이제 저희 가가지고 내 방전된 상태를 잠으로써 이제 100% 충전시켜야겠다 이 한강 바람을 맞으면서 그래서 이제 시청하게 됐고. 운 좋게도 제가 2등이 돼가지고 지금 매우 기분이 좋습니다. 南韩是经济合作加发展组织内面工课压力上大、困眠不足上严重的成员国之一。这项研究显示，南韩成年人实际困眠的时间平均伫6点钟13分到6点钟58分之间。这场困斗比赛用意就是在鼓励人爱适当的休困，才有法度行更较远的路。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来关心天气。 拜一各地头的天气拢算稳定，敢若东部甲恒春会落雨。不过拜二开始，因为黄酸雨的锋面通过，时到是会阁变天。拜三、拜四的雨势上大，尤其是中部以北，一直到拜六，锋面渐渐离开，这天气才会转好。 拜北部天气侪份乌阴，气象署讲拜各地天气还算稳定，敢若东半部、恒春半岛大不时会落雨。气温方面，北部日时伫27度到29度，若南部晚山区甲河边温度上悬反射到36度。不过气象署提醒，为拜二开始，有黄酸雨方面到位，时到阁会变天。那这个锋面系统在礼拜3跟礼拜4的时候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在北部地区的话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一个机会，在其他地方，像是在中部以及东半部地区的话，也是会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一个情形。气象署表示，拜二方面通过东部以北会开始落雨，若拜三、拜四雨势会上大，各地拢会落雨。 若中部以北会落地渐阵雨甲雷公雨，气象署讲一直到拜六礼拜方面才渐渐离开，天气嘛较转好。或者来讲的话，就是随这个锋面逐渐远离之后，那我们台湾附近一个风场上转是吹偏东风的环境所以到时候像是在东半部地区的话，还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不过其他地方的话，则是会慢慢恢复成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另外，气象署讲方面影响期间有机会会落地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出门都要扎雨伞，地势较低所在嘛注意积水。 记者吴金阳、林旭凯台北报道。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南部的部分上低28度，上悬34度。 东部是为25度到30度，华岛地区为21度到28度。我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